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对不起啊！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呀？我送你上医院吧。不要！先生，我送你吧。打击！你有打劫的话拿去，别伤人。松手！别动！站！滚！先生你好，那个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没关系。给我上！别动！再给捅死你！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哥，怎么样？怎么也哭了？别动啊！哎，别！你上！你要打击的话，你不要动什么？我这家病院的保安是越来越差了。哎呀！哪儿呢？带着这么好多啊，干什么？人呢？